歡迎大家，我係 Tyler， 今日好榮幸可以坐喺兩位當今最有影響力嘅聖經學者中間 ，Tom 同 Tim。喺開始之前，先由 Tim 分享佢尋晚響聖經見到使徒對聖靈體驗嘅洞見。講到聖靈，我發現新約入面唔同作者對聖靈嘅描繪都好唔同。例如路加福音同保羅書信成日講神蹟奇事同能力，但去到約翰福音嘅樓房講論，耶穌反而係講聖靈係安慰者、教師，即係話即使係第一代使徒，佢哋經歷聖靈嘅方式都已經好多元化。今年大會嘅主題係安慰。Tom， 你早排提到失去好朋友嘅經歷，可以分享一下聖靈點樣安慰你？呢件事對我嚟講仲好新鮮，悲傷就好似潮水咁，會喺你毫無防備嘅時候湧埋嚟。保羅喺帖撒羅尼迦前書話唔好似嗰啲冇指望嘅人咁憂傷，意思唔係叫你唔好喊，而係要避免嗰種絕望。如果你唔悲傷，即係代表你冇愛過。悲傷其實係愛嘅陰暗面。雖然我依家冇得打電話俾佢，但聖靈住喺我入面，亦住喺佢入面。我哋相信肉身復活，所以呢種分離只係暫時嘅。你提到哀慟係一種教會嘅呼召？係嘅，我每日都讀詩篇，入面有1/3都係哀歌。有時我生活好順利，但我都會讀哀歌，設身處地去為烏克蘭、加薩或者疫情受害者去哀哭。教會嘅使命之一，就係成為上帝哀慟嘅子民。上帝見到世界嘅罪惡會心痛，教會唔應該只係識得唱歌聯誼，我哋要分擔上帝嘅悲痛。講到安慰，耶穌喺約翰福音14章話：我父嘅家有好多住處。好多人以為係指死後去天堂住豪宅，呢個係好大嘅誤解。希臘原文個住處其實係指旅途中嘅臨時住所。耶穌其實係講緊聖殿。冇錯，約翰喺耳邊細語話俾我哋聽，耶穌自己就係嗰座聖殿。到咗17章，耶穌仲講到一種相互內住，父喺佢入面，佢喺我哋入面，呢種天地重合嘅狀態，先係真正嘅安慰。聖靈亦被稱為真理之靈，佢會令世人為罪、為公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。呢樣嘢同教會嘅使命有乜關係？呢度唔係講緊信徒個人嘅罪疚感，聖靈嘅角色係要透過教會向嗰啲掌權者講真話。罪本質上係一種大話，而聖靈要帶領教會去糾正呢個歪曲咗嘅世界。就似耶穌企喺比拉多面前咁，比拉多以為自己有權處死耶穌，耶穌話：你個權係上頭賜嘅。教會嘅職責就係靠住聖靈喺當下遇見上帝最終嘅審判，叫世界負責，唔係縮埋一角等上天堂，而係喺街頭巷尾實踐登山寶訓。最後，耶穌求我哋合而為一，但現代人好難理解呢種合一。上帝創造咗蝴蝶，又創造咗大笨象，佢好享受多樣性。合一唔代表同化，或者變到一模一樣，就好似一個大家庭，每個人個性都唔同，但大家有一種家族嘅相似性。西方世界依家面臨好大嘅分裂挑戰，教會亦一樣。保羅喺以弗所書話一個身體，一個聖靈，呢種合一係需要不斷鬥爭去維繫嘅旅程。我哋唔係要去建立唔同嘅教會，而係要喺和平嘅連結入面更新呢種合一。